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农委会水产试验所，甲废弃的蚵仔壳研发做加热包，只要甲放入容器内底，加一点仔水，差不多5分钟，这个水温度会称到90度，食物嘛会当对咧加热到50度。啊，这蚵仔壳粉，佫会当当做肥料，真环保哦。太香了，我妈。YouTube 你食火锅无火炉，敢若一个出烟的塑胶碗，这是目前真流行的平大人火锅。只要加水伫加热包的外口5分钟左右，就会使食到好料的。一般市面上的自动加热包内面的物件，大部分是青椒花加碳化酸加等等的物件，用了这废弃物有可能造成水的污染。今麦农委会水产试验所研究出来，将蚵仔壳磨做粉，经过加工质变，变成加热包。只要让常温的水经过6分钟，水温度达到90度，鲈鱼的料理包嘛会使加热到50度。把摩利可碳酸钙，然后变成氧化钙，然后再加上跟我们水去做一个反应，然后释放出2氧化碳，然后就是产生热能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发热。我们其实的成分是比较天然的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成分是很低的。水试所估计国内平均一年有16万吨的蚵仔壳。有的是用作饲料堆肥，也阁有23000吨，佮来使蹲伫边仔边占空间，伊佫够造成污染。啊，即摆再利用变成加热包，用刷过才直接倒入盆栽，而且成本差不多12块钱尔，比市面上的15块佫较俗。等到技术移转了，上班族爱露营的人，就更较方便的加热包通用啊。